来，今仔日小庆先来讲一个四句咧，来请。鹿港俗语传万世，啊，鹿港的俗语是民初时代出上济。听阮解说知详细。对，加今仔了解句词加。好，啊，若要了解进前吼，咱先来看这个俗语。来，是是好来开心大妹请来了。请，鹿港三不见，一不见天，二不见地，三不见女人。好好，袂歹袂歹，通进步常啊啦。有进步，哎但是迄个出来，秘书敢若在跳档出来，让我调的出来。咱鹿港这个三不见，讲嘿不见天、不见地、不见查某。是，我先来解说这不见天好，因为鹿港我有足侪朋友住伫遐，包括现任的店长是我家己好兄弟哎呦，啊。真的啊！啊，真是哦，的。安尼你真了解诶哦。，鹿港较早有一条叫做五福街，五福街，了后改叫做中山路，这条路足下的，长外宽尔。参个车要烧闪都无法度通烧闪，嘿啊，但是伊路遐尼下啊吼，啊，所以楼啊拢起安尼3、4楼悬，啊，拢起着高色的，啊，上尾啊楼吼，佫拢涂了做厝顶出来。嘿嘿嘿。迄就是因为咱鹿港较早好野人大部分拢住伫即条街，哈啊，伫即个街路的时阵吼，只好野人行去查落来，啊，安尼啊有海盗，因为鹿港有一个港嘛。是，有一个港，啊有一寡迄号说远的港的登山迄边的海产啦，什么倒伊来的海哦，有产。迄边入来了对有日啊。本迄边来，人讲倭寇，我靠，对对有当时会来偷摕物件，嘿啊，迄有当时有的拢有功夫啊，嗯啊，即条街路甲起落下啊，哦，大家吼要入迄条街路歹入去，嗯啊，若入去了后，人若发掠贼，真紧就会当掠着，所以迄个下，即迄行啊，即个起落足下，啊，路起落下，啊，查走较袂出去，哦，是原来安尼啊是这个。不见不见天，天就是安尼啊不见天街啊！，我来讲不见地，古早即个鹿港的人吼，鹿港的人吼，因算讲吼专门呢，踮咧即个人行道对无？吼，人行道铺即个红地砖啊，啊，佮有即个东山石啊，吼，啊，咱即路边呢，啥做东山石啊？东山石啊。哦，东山石东山石是我啊，哦歹势吼，是我音怪怪哦。嘿，啊，咱即个路边呢，咱敢若看到即个红砖，啊，佮即个石板，吼，啊，所以你无法度看到即个石土地。板呐，哦，无石板是一石样，石板嘿。啊，你讲。对，我来讲即个三不见女人，莫讲查某人啦，查某人较歹听啦。嘿，即个意思呢，就是讲吼，咱古早吼，咱的鹿港民风较保守，啊，所以呢，咱这查某人吼，较无咧出来街仔路乱扫。嘿，啊因吼，拢踮咧绣房内面挑火请寿，啊，若准讲真正有代志，一定爱出门吼，都爱坐轿。所以呢，咱这鹿港街仔拢看袂着一寡富人人。较少啦都是安尼哦嘿。我较早清朝时代去鹿港，这拢无看查某的哦。我你当时清朝时代啊，哈，你毋着古早人啊。我毋是古早人，我算老人啊，不，老人我毋是，这就是算讲鹿港三不见的所在啦。是是来，是咱搁请开心辣妹出来，搁温习一摆。来，鹿港三不见，一不见天，二不见地，三不见女人。好，回去。哎，很好好听好哎，听。这是较早的俗语，啊，若即摆逐项拢有看。鹿港不管讲有看到天，有看到地，查某水查某囡仔，拢总哦满街路拢是。满满是哦嘿啊对对对，所以吼，咱今日天天开心呢，特别介绍古早的俗语，啊，搁咱古早鹿港吼，咱遮真趣味的即个原始吼，咱即个俗语，互咱大家知影。主要就是希望啊，咱大家会当一、甲、二。